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5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0篇，耶利米书50章17节到20节，约翰福音10章31节到4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工作。上帝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原因，是因为上帝知道以色列人受奴隶的痛苦，并且他也听见他们的哀嚎，所以上帝就下来要拯救他们。但是就是在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的眼光来看，就那个带他们出埃及的是摩西，那个使红海分开的是摩西手所拿的拐杖。上帝呢，只是摩西口中的传说。这就如同一般的非基督徒慕道友一样，他们比较能够接受看得见的证据。如同我们昨天也提到了，彼得帮助了一位叫做以尼亚的，但是彼得他就是非常清楚地告诉他说，以尼亚，耶稣基督医治好了你，起来，收拾铺盖吧。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是人的工作，但实际上是上帝的工作，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耶利米书第50章17节到20节，上主说，以色列人像被狮子追逐驱散的羊群，亚述王先吞吃他们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接着啃他们的骨头。为了这缘故，我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要惩罚尼布甲尼撒王和他的国家，像我从前惩罚亚述王一样。我要领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土，他们将要吃加密山和巴山的土产，享受以法莲和基列一带出产的五谷。那时候在以色列寻不见过犯，在犹大也找不到邪恶，因为我要赦免我所宽恕的那些存留下来的子民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上帝要赦免那一些存留下来的以色列人，那是因为他的恩典与慈爱。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要赐下救恩，而他的工作就是上帝所差遣他的，吩咐他做的。虽然如此，那一些不明白的犹太人却认为耶稣基督是在亵渎上帝。耶稣基督和这个犹太人的对话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0章的31节到42节。这时候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在你们面前做了父亲要我做许多的善事，你们究竟为了哪一件事要拿石头打我？他们回答，我们不是为了你所做的善事要拿石头打你，而是因为你侮辱了上帝。你不过是一个人，竟把自己当作上帝。耶稣说，你们的法律不是写着上帝曾说你们是神吗？我们知道圣经的话是永不改变的。对于那些接受上帝信息的人，上帝尚且称他们为神。至于我的父亲所拣选并差遣到世上来的，我说我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们为什么说我侮辱上帝呢？
如果我不是做我父亲的工作，你们就不必信我了。如果是，你们纵使不信我，也应当相信我的工作，好使你们确实知道父亲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我也在父亲的生命里。于是他们又想逮捕他，他却逃脱了他们的手。耶稣又回到约旦河的对岸，到约翰从前施洗的地方，住在那里。有许多人来找他，说约翰没有行过神迹，但是他指着这个人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。在那里有许多人相信了耶稣。耶稣基督明白地说，他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，但是因为世人不愿意相信，不愿意接受，不但得不到救恩，更是因为上帝爱他们自己的固执而拒绝了相信，拒绝了救恩。诗篇100篇，普天下我要向上主欢呼，要欢欢喜喜地敬拜他，要唱赞美诗歌到他面前。要知道上主是上帝，他创造了我们，我们属于他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是他牧养的羊群。要以感谢进入他的圣殿，要以颂赞进入他的圣所，要感谢他，颂赞他。上主至善，他的慈爱永恒，他的信实到万代长存。恳求上帝让我们明白救恩从天上而来，求上帝显明你的恩典，使我们相信并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